Hello，大家好，我係曉怡啊。最近勁多人失業、就業不足、執笠，臨近年尾特別多支出雜費要交，又特別難揾工，仲要陸續收到綠色交稅信封，真係救命！唔知大家知唔知，稅務局係有一個政策，俾經濟有困難嘅人士申請暫緩交稅嘅呢？呢條片我會用最簡潔嘅方式介紹暫緩交稅嘅資格、申請過程、批核教學。超級簡單，只需要幾分鐘就搞掂㗎喇。Paper Hill。影片開始之前，我想大家幫幫手。最近我一手一腳花咗5年時間，捱咗好多晚通宵建立嘅 YouTube Channel 俾人停咗盈利，需要重新4000小時嘅瀏覽量先至可以重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創作者，幫手刷播完條片。中意嘅話，麻煩按 like、訂閱、share 出去。你哋嘅每1分鐘瞄對於我嚟講都十分寶貴，感謝感謝。乜嘢係暫繳稅呢？點解要交暫繳稅？暫繳稅亦都稱為預繳稅，係香港稅務局根據稅務條例要求納稅人士根據上一個年度嘅課稅入息，推算下一年應該預先繳納嘅稅款。喺來年嘅稅度會先從上一年繳交嘅暫繳稅之中扣除該年度應繳交嘅稅項。如果扣除之後仍然有餘額，就會沿用到下一次課稅嘅時候抵扣啦。無論係打工仔要俾嘅薪俸稅、做生意或者自僱人士要俾嘅利得稅，定係業主要俾嘅物業稅，每年都需要繳納。一般嚟講，暫繳稅嘅繳交時間係1月至到3月。呢段時間係繳交該課稅年度應該繳交嘅稅款，涵蓋前一年嘅4月至到12月估計嘅稅收。而4月至6月呢，就係繳交下一年度嘅暫繳稅，覆蓋當年1月至3月嘅估算收入稅款。如果想具體了解暫繳稅嘅繳交時間，可以睇一睇稅單上面紅色標示嘅繳稅日期。申請暫緩稅嘅限期係幾時呢？申請暫緩稅嘅限期有2種計算方法，以比較遲嗰一個為準。第一就係喺繳付暫繳稅限期前嘅28日，第二就係喺繳付暫繳稅通知書發出日期後嘅第14日之內。如果唔明嘅話，其實稅單上面都有寫咗一個申請限期喺度，跟嗰個其實就冇需噶啦。如果你嘅暫繳稅係列明分2期繳交嘅話，即使你喺限期之前已經交咗第1期嘅稅款，你仍然可以申請暫緩繳交第2期嘅全部或者部分稅款，但係必須要遵守稅務條例訂明嘅申請期限同埋理由。究竟咩情況可以申請暫緩繳交暫繳稅呢？簡單啲嚟講，如果你係因為失業或者其他原因，好似退休啊、減薪而導致收入大幅減少，你就可以向稅務局申請緩繳暫繳稅嘅薪俸稅。根據稅務條例，如果你喺暫繳稅課稅年度嘅應課稅入息實額少過或者可能會少於1年度應課稅入息總額嘅90%，或者少於暫繳稅課稅年度估計收入嘅90%，就符合申請資格噶啦。而官方呢，就列出以下有幾個情況。如果打工仔就薪俸稅想申請緩繳暫繳稅嘅話，需要符合以下5個條件。第一，你有資格得到未有響暫繳稅通知書裏邊計算嘅免稅額，好似喺暫繳稅課稅年度裏邊有新生子女，你就會有免稅額啦。或者因為你嘅父母年屆適合嘅合資格年齡，可以得到供養父母嘅免稅額。第二，你喺暫繳稅課稅年度嘅應課稅入息實額少過或者可能會少過你前一年應該課稅嘅入息總額嘅90%，又或者少過暫繳稅課稅年度估計入息嘅90%。第三，你已經響暫繳薪俸稅課稅年度支付咗個人進修開支啦、認可嘅退休計劃供款啦、住宿照顧開支、居所貸款利息、自願醫療保險計劃嘅合資格保費、合資格嘅年金保費、可以扣稅嘅強積金供款或者住宅租金，而呢啲開支超過或者非常可能超過喺暫繳課稅年度嘅上一年而指明嘅稅額。第四，你已經停止或者會喺暫繳稅課稅年度終結之前停止賺取應該課稅嘅薪俸稅入息，即係可能你退休啊或者失業啦、減薪啦，就係呢個啦。最後第五，你已經向上年度嘅薪俸稅評稅提出反對，
至於如果自僱人士或者老闆想申請暫緩暫繳利得稅嘅話，需要符合以下5個原因。第一，納稅人喺該年度嘅應評稅利潤少於或者可能會少於上一個年度應評稅利潤嘅90%，或者少於或可能少於暫繳稅課稅年度評估利潤嘅90%。不過就需要附上有關證明，包括不少於8個月，並經簽妥嘅擔保，並必須同申請書一齊提交。第二，結轉入該課稅年度抵銷嘅任何虧損額被遺漏或者有不確定之處。第三，納稅人已經停止經營，或者會喺該課稅年度結束之前停止經營佢嘅行業、專業或者業務，而就該課稅年度需要評估嘅利潤少於或者可能少於上一個年度應該評稅嘅利潤。第四，納稅人已經就暫繳稅課稅年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按照呢個方法嘅話，納稅人就可能會俾少稅款啦。第五，納稅人已經就上個年度嘅利得稅評稅提出反對。跟住呢，如果你係業主嘅話，可以根據以下呢4個原因提出暫緩物業稅嘅暫繳稅。第一，暫繳課稅年度嘅物業應評稅值少於或者可能少於上個年度應評稅值嘅90%，或者少於或者可能少於暫繳稅課稅年度評估評稅總值嘅90%。第二，你已經唔係嗰個物業嘅業主，或者喺暫繳稅課稅年度終結之前唔再係嗰個物業嘅業主，而令到暫繳稅應評稅率減少，你需要將有關停止成為業主嘅日期、已經收租嘅租金同埋應該收租嘅租金嘅資料同埋申請書一齊遞交。第三，你已經就暫繳稅課稅年度選擇個人入息課稅，而按照呢個方法，你可能會俾少咗稅款。最後，第四，你已經就上個年度嘅物業稅評提出咗反對。跟住我哋就進入最重要嘅申請流程步驟，其實好簡單嘅啫，跟住我一步一步做，咁就 OK 噶啦。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準備所需文件。如果你係失業嘅話呢，需要提供離職證明或者解僱信。如果你係減薪嘅話，應該附上公司嘅減薪信件同埋開始日期，跟住就可以填申請表格噶啦。暫緩暫繳稅嘅表格有分網上同埋書面2種，只要選擇其中一種方便自己嘅就 OK 噶啦。首先講咗書面形式先，納稅人可以前往稅務局嘅網站下載 IR1121 嘅表格。為咗方便大家，我已經揾埋條 link 出嚟噶啦，各位可以跟住打。如果唔想打嘅話，我已經放咗條 link 喺下邊影片介紹欄位，只要直接剪下貼上，咁就 OK 噶啦。呢張呢，就係申請表格，其實好簡單，都係得2頁嘅啫。首先填咗稅單號碼啦、繳稅日期，仲有少少個人資料。當然最重要係你嗰個申請嘅理由啦，即係你失業啊，定係減薪啊，定係多咗仔女或者多咗呢個要照顧爹哋媽咪嘅免稅額啦。跟住簽翻個名，如果需要補資料嘅話，就夾埋啲資料落去，好快，其實真係10分8分鐘就搞掂噶啦。填妥表格之後呢，可以傳真去25196896，或者郵寄去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郵政局郵箱28487號。個封面呢，最好就加翻個標題係申請暫緩繳納暫繳稅，呢個就唔使抄嘅，表格上面已經有晒噶啦。如果有咩問題呢，仲可以打去呢個查詢熱線1878011嘅。跟住講講網上申請。如果納稅人已經開設咗稅務2賬戶嘅話，可以直接透過系統提交申請，並即時收到確認通知。如果你冇賬戶嘅話，就需要先去以下嘅網址開立翻一個。呢個網址我都有打咗喺下邊介紹欄位，大家有需要嘅話呢，可以喺嗰度 copy and paste 就得噶啦。首先呢，就輸入稅務編號同埋通行密碼登入。見到呢個網頁之後呢，選擇暫緩繳交暫繳稅，跟住閱讀指引，然後按繼續。選擇暫緩暫繳稅原因，例如失業啊、收入減少啊等等，並附上證明文件，然後再按右下角嘅繼續。選擇課稅年度，然後撳申請暫緩繳交暫緩稅，咁就完成噶啦。注意返，暫繳稅係唔會退嘅，因為稅務局係基於估算進行嘅預收，
但如果實際收入低於預期，例如去年有較高嘅花紅，導致暫繳稅交多咗，但今年冇花紅嘅話，納稅人可以申請調整暫繳稅金額，或者可以喺年度結算嘅時候獲得退稅。另外，如果納稅人喺之後嗰年中斷工作、失業或者退休，導致應繳納嘅課稅收入減少，就有機會喺下年嘅年度嘅稅款扣減啦。如果唔交預繳稅嘅話，有咩後果呢？預繳稅必須要按時繳交，即使係收入減少呢，都需要喺規定嘅限期之內申請暫緩暫繳稅或者分期繳稅嘅。如果唔係嘅話呢，稅務局會徵收稅項總額嘅5% 作為罰款。如果遲交超過半年呢，更加會收到額外10% 嘅附加費。如果持續半年以上，稅務局可能會採取更嚴重嘅行動，例如法律起訴啊、扣押財產啊，甚至禁止離境。所以呢，如果大家手頭緊嘅話呢，真係要盡快去申請呢個暫緩暫繳稅，以免俾人罰錢或者承受不必要嘅法律風險。雖然話香港對比全球稅率算係低嘅地方，但係經濟有困難嘅時候呢，哪怕就係嗰1萬幾千已經係非常之重要噶啦。所以我希望以上嘅資料可以幫到大家，同時為大家打打氣，祝福各位都盡快揾到好工，順利渡過難關。好啦，我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記住按 like、訂閱、share 出去，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G。我哋下次見啦，拜拜。